命名為中學生眼中的任劍輝嘅寫作比賽㗎。咁其實咧好多學校嘅同學啊、老師咧都齊齊響應呢一個活動。咁喺芸芸嘅作品當中咧嚇，經過我哋嘅評審團佢哋甄選之後咧，總共有10位同學咧係脫穎而出㗎。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好高興啦，能夠到場咧參加呢一個活動嚇。咁我哋以下落嚟嘅時間咧將會進行頒獎嘅儀式㗎。咁不過喺未頒獎之前呢，我哋有請呢一次寫作比賽嘅評審團成員之一，嚟自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助理教授文英玲博士咧，為我哋簡介呢一項嘅活動。有請文博士。大家好，咁我以下咧會用少少嘅時間介紹一下我哋呢個作文比賽一啲嘅背景嘅。咁為咗紀念一代著名嘅藝術家任劍輝女士逝世20週年啦。為咗提高香港學生對於粵劇嘅認識同埋興趣，提高佢哋嘅寫作水平，推動創作嘅風氣，一代藝人任劍輝女士逝世20週年紀念專刊出版計劃同埋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咧一齊舉辦咗一個名為《中學生眼中任劍輝中學生寫作比賽》。喺2007年10月咧，我哋公布咗參賽嘅細則啦，同埋開始接受各學校寄嚟嘅稿件。到咗2008年3月截止嘅時候咧，我哋收到好多嘅參賽嘅作品，咁反應係非常之理想嘅。經過3位嘅評判，包括咧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系主任湯浩堅博士啦，同埋香港著名嘅作家潘步霄博士啦，同埋在下咧分別去評分。我哋去開會討論啦，同埋細心考量之後咧，就選出咗5份嘅優勝作品，同埋5份推薦嘅作品。以下咧就係頒獎嘅時刻啦，咁交翻俾司儀，多謝大家。多謝文英玲博士為我哋簡介呢一項嘅活動。接住落嚟嘅時間呢，將會係頒獎嘅時間，請各位得獎者準備啦。我哋首先呢會頒發推薦獎，跟住呢就係優勝獎㗎。咁喺今次嘅活動入邊呢，總共有10位同學呢脫穎而出啦，5位同學呢獲得推薦獎㗎。咁佢哋呢分別可以係獲頒獎座啦、現金獎港幣300蚊，以及係嘉許狀以示鼓勵㗎。咁我哋今日好榮幸呢，邀請到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發展主任程淑儀女士呢，為我哋頒獎俾5位優勝嘅同學㗎，有請。好啦，多謝你嘅出席啊！5位嘅得獎同學咧，排名不分先後，包括係嚟自寶覺中學嘅李雅婷同學，第2位係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嘅馮俊傑同學，有請馮同學。恭喜晒！跟住咧係張竹山英文中學嘅楊海瑩同學。好啦，跟住一位咧，亦都係嚟自張竹山英文中學嘅蔡家蓉同學，有請蔡同學。好，而最後一位咧係迦密中學嘅蔣振雄同學，有請蔣同學。好，恭喜晒！咁啊，5位推薦獎嘅同學咧，咁啊，不如同我哋今日嘅頒獎嘉賓程淑儀女士咧，影翻張大合照先。難得一個機會啦嚇，中學生眼中嘅任劍輝究竟係點樣嘅咧？我哋都好想知啊。不過咧，大會都要等佢哋嘅遲啲一本嘅書刊出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睇下5位同學佢哋眼中嘅任劍輝形象係點樣嘅咧？好，再一次恭喜5位嘅同學嚇，亦都多好啦！請各位同學咧就座。接住落嚟咧，我哋會頒發優勝獎啦。咁優勝獎嘅同學咧，可以獲得獎座啦、現金獎港幣1000蚊，以及係嘉許狀以示鼓勵㗎。咁我哋好榮幸邀請到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副系主任李孝聰博士為我哋頒獎㗎。有請李博士。
好啦，5位獲得優勝獎嘅同學排名不分先後，包括有嚟自英華女學校嘅袁詠詩同學，有請袁同學。第2位係德蘭中學嘅張希彤同學。好，恭喜晒！第3位係元朗裘錦秋中學嘅張嘉嘉同學。繼續有張竹山英文中學嘅張浩儀同學。恭喜晒！好啦，優勝獎嘅最後一位咧係德蘭中學嘅許嘉琪同學，有請許同學。同樣啦，5位優勝獎嘅同學啦，得獎同學啦，同我哋嘅頒獎嘉賓咧，李孝聰博士影翻張大合照先。難得一個機會咧，亦都我都知道咧，佢哋學校嘅老師啊、校長咧都有到場支持佢哋，有啲家長嘅喎，俾啲掌聲咧，我哋一眾得獎嘅同學嚇，咁佢哋啦任重道遠啊，未來嘅日子啦，當然係要推動下粵劇啦。好啦，請各位就座，亦都多謝我哋頒獎嘉賓李孝聰博士。好啦，我哋咧要把握時間啦，接住落嚟咧有請